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针对游客较侪11个景点发布国家级的警报，环保署就建议通联各地方政府全面来消毒。高雄市环保局嘛，趁连假最后一天昨下晡啦，去到被点名的基山老街，针对人较侪4颗链灯去喷药啊消毒。也毋过当时游客也真侪，有人在咧怨叹，当然冇人认同防疫作为。啊，共款被点名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嘛，趁旅客人客较少的时，加强环境的清洁。清洁队来到基山老街，开始沿路喷这漂白水消毒。虽然已经是连假最后一天，不过来基山佚佗的游客也是袂少。差一点啊，就要喷到民众啊，拢赶紧闪漂白水。若是去喷到伤卡，感觉无爽快。另外也有看到这店家赶紧将餐车留下入去的。中央也阁利用细胞公布信息，特别点名这所在，发布国家级的警报。环保署嘛紧急下令，这景点需要全面消毒，因此环保局选伫假期买啥喷药啊。不过满街路游客看到这款的景象，有人是感觉真困扰，但是冇人非常认同。是有点突兀，就是大家都在逛街，突然一台车就来了，是吧？这要早上，然后是没有人的时候啊，现在那么多人，还是得要防疫优先呢。因为有这个消毒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会比较觉得说安心一点。为了加强嘛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不方便，我们都会要消毒之前，我们会先跟他讲。台湾被国家级警报纳入的景点阿里山森林游乐区。赶紧利用游客陆续散去的时阵，加强清洁，户外嘛是一个进行消毒，希望连假结束了后，会当避免疫情世界扩散。